加美加美。蜘蛛人第一视角带你体验外墙刷漆。黑街的孩兒，夜夜也愛在此。玻璃中空罐子，野火燒去憾事。有心的零時，造就暢快日子。喧嘩中燒報紙，去寫宣洩定義。不知社會，不知世間發生着任何事。不給勸解，不給制止，最厭惡發覺。黑街的長巷，暴露冷冷目光，知不知這個港接管陰暗流汗，深宵中人們若路過這地方，失宿中不作聲，決不可以亂。